该关亚洲无人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13号揭牌，总统蔡英文甲馆长王章良等侪侪面大贵宾拢共同出席，见证该关将成为全国上完整的无人无人机产业中心。我们嘉义县拥有完整的山、海，还有平原的多元的地形和宽阔的空域，是发展无人机最佳的环境。研发中心规划设立的新创园区、研发检验基地、考照场、无人机学校以及国家竞技场，目前已经有20家厂商及相关的单位进驻。从民雄航太园区的新创量能、太保研发中心的测试检验，到异族的载具测试，我相信借由中央的资源的挹注，加上国家级的技术实力，嘉义县的优良的环境，将打造出台湾无人机国家队。嘉义的整个的所有的发展，即将迈入到一个新的世纪。大家嘉义人永远会记得9月5号苏贞昌院长来宣布科学园区。今天8月13号，永远会记在历史里面，对嘉义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日子。无人无人机的应用愈来愈普遍，信号嘛相对的重要，加上5G 发展等创新的研发已经愈来愈成熟。根据了解，除了应用在防洪、防灾信息提醒，近年来嘛热力影像分别监控，对空中飞到落地，拢是未来发展的趋势。今日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